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好。顶礼拜咱有来分享讲新的一年咱会当活出有神伫咱的当中啦要安怎知影？就是讲意思讲，咱会当活出满面春风啦。安怎会当满面春风？就是今仔日继续要讲，咱有喜乐的人生嘛。人若一个笑，其实一个忧愁也好，也是喜乐。真侪问题，敢若就会当过去，敢毋是安尼？你看隔壁一个，看伊今仔有欢喜无？有欢喜无？你想看觅你最近有欢喜无？有若有感谢主若无就想看觅讲，我哪会无啥欢喜咧？我为虾米哪会无啥欢喜？顶礼拜其实甲大家兄弟姊妹分享，其实上帝带咱过2026年，其实咱就是真受上帝祝福的啦。因为什么呢？因为新的一年，咱确实毋知影要拄到什么代志，但是上帝若要带咱引带咱行，伊遮尔疼咱，总是新的一年咱毋知影，但是伊袂互咱讲，你拄到什么代志，伊无要插你。若无要插你，就甲你接转去厝的就好啊。你就踮咧2025年就结束就好啊。甲接转去厝的，你就拢免去想啊嘛，对毋对？但是无咧，上帝互咱行入去2026年，意思就是讲，咱即个新的一年，咱确实真侪代志毋知影，咱嘛无一定当讲咱外敖外勇总是上帝的祝福是互咱平安的意念。其实是要互咱即个新的一年，虽然有真侪代志咱毋知，毋过上帝要互咱会当喜乐，这是上帝的目的嘛。因为互咱会平安，互咱会尾后更较有愿望、有欢喜，这就是上帝一开始要互咱有生命了的丰盛嘛。最后所讲，你得到生命了，要咱丰盛。所以新的一年的生命，咱爱丰盛。其实这个丰盛是啥物咱毋知，毋过至少咱来会当讲像顶礼拜，咱若知影讲今年有主伫咱的当中，第一项咱会当喜乐啊，咱爱欢喜啊。为什么要欢喜？欢喜，咱会当更较经验来捌即个上帝，捌即个咱的听咱的天父，咱会当得到平安，得到福气。因为圣经嘛是安尼甲咱讲，咱若认捌咱的主，咱的上帝天父，咱就当得到平安较福气。咱哪会当认捌呢？咱哪会当认捌？认捌是爱交往的呢。认捌毋是伊囥你遐呢，囥你遐咱毋知影伊。认捌伫圣经的当中，真侪时阵就是讲，咱爱甲伊相大、相徛起。认捌伫圣经的当中，就是敢若翁仔某共款啦，叫做认识。所以咱有加一年新的生命的一年，上帝要互咱呢是真大的祝福。但是真大的祝福，人拢中间，咱知影咱爱平安喜乐这是第一项最重要的代志。所以今仔日要甲大家来分享，咱照着敢若今仔日一节的经文，诗篇16篇11节，上帝要甲咱指示，咱这新的一年，咱安怎会当过着一个喜乐平安的人生？安尼好毋好？敢若无啥好咧？安尼好毋好？好，咱压头祈祷，求主来帮助咱。亲爱主耶稣，这新的一年也要交在主你的面前。当然，主头前的道路，阮毋知影。毋过，阮所了解是主，你绝对会甲阮做伙。你要引带阮这新的一年，主啊，你讲你的意念高过阮的意念，你的道路赢过阮的道路，你要手术，互阮是平安的意念。你平安当中，阮会当欢欢喜喜来行头前的道路，因为今仔日阮毋是阮家己，是主你甲恩典已经放伫阮的当中，所以主阮会当欢欢喜喜来仰望，来经验上帝你的宽容、你的荣光伫阮的当中。主啊，今仔日借着你的话来保守阮讲的、听的，拢会当伫上帝的恩典当中，伫主的疼痛当中，会当得到建造，互阮会当欢欢喜喜伫新的一年。活出真正有上帝生命内底的水。主啊，阮甲下面的时间交托，愿主你带领，愿主你赐福，拍开阮的心，领受主你的恩赐。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其实我对人讲，人人生有真侪追求，但是一般来讲，无论你想要趁钱也好，无论你做啥物工作，你总是望讲，咱的人生当中是希望会当快乐，会当平安，会当满足。
其实这是最重要的代志。不过你发觉一样代志，什么代志？这世界愈来愈进步咧，但是人的烦恼愈来愈多呢。你有发觉无？我知影我细汉的时阵，可能真侪物件无我进步，食的用的嘛无遐尼利便遐尼好，但是迄当阵的快乐，甲即马真侪人搁较无快乐哦。所以你看到即马时代的时阵，真侪少年人嘛共款，伫无快乐啊。咱知影前一阵啊，美国总统有啊吼，去共掠一个迄个委内瑞拉的总统有啊无？恁有听过这样代志吼？迄是你困去掠去呢？哇！伊周围嘛足侪人甲固守，敢毋是？你掠去就掠去安尼。为什么有法度甲掠去？因为伊的科技较进步啊。伊飞入的时阵，迄个国家有真侪设备拢无效啊，嘛毋知影，就掠去安尼，惊死人哦！科技阁愈进步，人无一定阁较平安呢。你感觉真平安的时阵，一声瞬就无去安尼，一声瞬就无去啊。所以，咱对今仔日嘛是要来是讲，上帝予咱新的一年，咱要哪来享受上帝予咱的平安，享受上帝要予咱的福气，会当喜乐。我相信，照着上帝今仔的话，我相信咱会当来体会，会当来操练，才知影讲，咱新的一年的愿望，咱是真有愿望，真欢喜，会当来过咱每一天的日子。这才是福气啦。要有的人一个新年开始就烦恼足侪啊。对年头就烦恼到年尾啊！你今年免哪过？你无逐工你烦恼，逐工你超烦，安尼，今年你过这哪有意思？这就无意思啊！你新的一年毋是更较欢喜，吼，对不对？咱较早的人我伫台湾的时阵咱较早的人若拄着过年的时阵第一句话讲啥？互你讲啥物？恭喜啦，较早拢恭喜恭喜啦，尾也加一句啦，恭喜发财咧。圣经你讲你都无性命，你恭喜发财。但是人足奇怪啊，人要恭喜发财咧，毋是讲恭喜你有新的一年，这一年是上帝要互你去经验伊更较水的生命的引带呢，对无？所以人毋是安尼想呢。人讲我新的一年我要更较牛，要安怎要安怎？其实这是一般人的想法啦，所以科技愈进步啊，人足拍拼啊。但是问题咧，为什么人这么拍拼，这么努力，结果问题愈多咧？为什么那样呢？我先问恁一个问题，来，这个问题看有这个请问2甲4的中间是啥物？3个野手。2甲4中间3个野手，野手的拢有智慧，无野手的是啥物？无野手的讲，这个牧师哥你陷害我，设计互我跳入去啊！我无把你骗。新的一年，咱有爱有新的即马这个拢是因个脑筋急转弯啦。讲咱新的一年，咱有新的思想，咱有新的，因为上帝的意念、上帝的道路比咱较悬、较超过咱嘛。2甲4的中间是啥？2.5，明明甲你讲2甲4的中间就是汉啊河啊，2和4的中间是汉啊。怎么无写字啊？互你看，你甲我讲山，我讲你有智慧，因为咱的传统甲咱讲，咱有山对。但是新的一年你阁保持安尼，你就无法度更新变化啊。2甲4的中间明明写字啊，讲是汉，2和4中间是汉。不是山咱来了解。所以圣经真侪话甲咱讲是，咱拢家己想嘛。但是咱无你照圣经的意思是，咱会歪错去，你知影歪错？一个道理会歪错去所以为什么科技遮进步啦？想咱烦恼愈来愈多，毋是更较便利吗？毋是更较便利吗？所以我对来讲，毋是人无拍拼，人拢做拍拼，尤其咱台湾人也好，还是咱华人咯，足认真做拍拼。但是拢袂快乐啦。到了我对我讲，新年拄着恭喜刷了发财，恭喜发财。所以咱自细汉咱拢听到这个代志咱感觉这是通重要。其实毋是，咱去互骗去，去互啥物骗去？去互世间的人骗去。
世间什么人？世间是恶者，世间是恶者。你个想起创世纪的时阵，创世纪的时阵，迄当初两丛树仔里啊，上帝敢若讲迄两丛树仔，迄个园内底有足侪果子树哈，对无？毋是敢若这两丛尔嘛？但是上帝特别讲两种，一项是生命树，一项是迄个神乐国的树树，对无？树。伊讲哦，神乐国的树，迄个果子莫食。伊敢若讲啊，按哪食你会死，安尼，对吧？亚当甲夏娃有听无？有啊无？有啦，哪会无？迄魔鬼撒旦来的时阵，就大家讲，上帝甲你讲，敢是真诶？迄吼，毋好食，迄毋是真诶。伊讲无哦，你黑白讲。上帝讲毋好食，伊佫加讲一句话，毋好妄。咱人咧讲我假咬，上帝讲毋好食咧，你佫加一句毋好妄。所以伊本身对家己嘅限制时阵，伊拄啊开始伊嘛讲，这毋好食，无足严肃嘅对吧？撒旦，你是讲即个严肃嘅代志，撒旦甲伊讲了，伊就阻止嘛，袂啊？咱开始咱会谨慎啊，但是撒旦佫甲你讲一句话，伊讲我甲你讲吼。你食了吼，会变聪明，敢若神共款，安尼好毋好？伊讲我会当变搁较聪明，我会当变搁较厉害，吼我会当迄落，安尼哪会无好？这真好啊！咱世间是毋是安尼？你会愈来愈敖，敢无好？有好啊！咱逐个嘛希望愈来愈敖，对无？真好啊！所以伊甲食了吼，发生啥物代志？目睭变金哦，奇怪咧！咱台湾人是安尼讲啊，奇怪！你无食迄个神乐国树的时阵，你的目睭是叫喇叭糊着呀？我咧看无，我哪目睭变金？目睭变金呢？本来就看有的物件，为啥目睭变金？变金的意思是啥？讲伊感觉伊看得足清楚，为啥看得足清楚？伊那感觉较早无了解，即马拢了解，但是迄了解敢好？伊发现一样代志，伊无穿衫咧。咱也感觉无穿衫见效，佫较巧呢。伊较早对这个无感觉，是安怎即马有这个有感觉？是上甲讲，你这样代志是见效代志，你捌想过无？我则问恁一样代志：囡仔出世，无穿衫无穿裤，伊会感觉见效袂？甲无咧吼，尾仔哪会知影？上甲讲，上甲囡仔讲，无穿衫无穿裤，见效。上讲诶，大人啊，所以伊接受到大人诶言语入去心肝内底诶时阵，伊就开始有思想，讲这敢若毋对咧。但是上帝进前甲讲这样代志，无讲你无穿衫无，这袂要紧。为什么？因为伊伫上帝听内底，伊这袂感觉啥物。人伫听的当中，伊袂感觉这是有啥物问题，你知影？但是有话入来时阵，伊开始思想讲，这敢若毋对呢？意思啥？伊听啥物人的话？为啥咱目睭变金会看到这？本来目睭嘛是看有，啥会变无共？思想。所以诗篇第一篇啊，安怎讲？伊讲吼，毋好去行这个歹人的计谋，有无？毋好徛你罪人的这个道路，吼，毋好去坐这个傲慢人，就敢若教我意思，就毋好你去找迄个歹去甲伊坐做伙。咱今新的一年，你要听啥的话啦？今仔日圣经甲咱讲。伊讲吼，上帝甲咱上主甲咱讲，我要指引你生命的道路。主甲咱讲，我要指示你咱行生命的道路。所以咱今年你行这条路，一定有真侪话语啦，有你周围人的话语啊。但是主甲你讲，敢若当初你创世纪的时阵，上帝讲，这丛树仔毋好食，这丛善的果树仔毋好食。伊本来就好好啊，但是外口的即个就入来啊。咱即摆2026年，你一定拄到真侪话语的入来啊。你要听啥个人的话？圣经讲，你若听歹人的话，你自然就甲歹人做伙。歹人做伙尾仔的道路，你就知影
去了了。啊，你若惊上帝的话，上帝讲我甲生命的路要指示予你啊，要指示予你啊。所以其实2026年，咱已经伫道路，咱已经开始伫这条路顶管了呢。你毋是讲2026年结束你就无啊咧，无啊你就无今仔日你袂坐你遮啊。啊，你今仔日坐你遮就讲，咱已经开始行入2026年的道路上，你伫这条路顶管，你伫这条路顶管，这条路顶管，上帝讲你家己找一条路，上帝毋是安尼讲哦。咱家己讲，我要来找一条路，这是咱啊。新的一年我要安怎？我要安怎？我要安怎？上帝讲，我要指示你要安怎行，毋是叫你家己找路咧。上帝讲，我要指引你错，因为我甲你带来2026年，就是我要带你安怎行新的一个生命的今年要安怎行这条路啊。所以伊讲，伊要甲咱今年生命的路甲咱指示嘛，要甲咱指示。所以即摆问题是安尼啦，是讲。咱伫路的顶悬，是啥人甲你指引啊？这条路顶悬，你是听啥的话啦？你是听上帝的话，也听人的话，还是听这个风俗的话，还是听这民间真济的风声的话？你到底听啥？你家己有了解无？但是上帝会甲你讲，我要引带你啊！你要互引带无？世间的路真简单，你讲哦，你爱成功，你就快乐。所以世间的人讲，我一定要成功啊。第二样，我若愈有济，我愈安全啊。我会当控制，我感觉我做有平安感的安全感啊。其实，这种代志是世间你讲，就是当初离这个伊甸园内底，迄只蛇你甲送讲，甲人讲共款。你会愈来愈敖，你会愈来愈敖啊，你会愈来愈巧啊。但是啊，咱常常咧讲啊，你愈巧，愈聪明哦，你愈挖靠你家己哦。这条路是死路，就是为什么尾啊？上帝讲，你若食这食物，你若往你家己做主意，你若往家己行，你迄条路，你即马看起来暂时看起来足水。我请问你，当初拄仔食嘛还袂死啊？是尾啊慢慢才死嘛。啊！你甲看创世纪开始，你写嘛写得真趣味咧。伊咧讲上帝的囡仔，属于上帝的囡仔，甲无伊属于上帝的囡仔有啥物差别？伊记载安怎？伊记载讲，毋是上帝的囡仔时，伊去做墙有啊无？保护家己嘛。伊会当学音乐，这足好唱歌，足好迄落音乐，刷落会做武器，party 啊吼。拢所以有人看讲，安尼圣经这袂歹，这人咧愈来愈好啊。但是伊无平安啊，伊无平安啊。但是咱的圣经佫一个人足趣味，叫做以诺啊。以诺圣经记载啥物？敢若记载讲，伊甲上帝做伙啊，逐工甲上帝做伙对毋对？啊，伊做啥物代志哦？敢若无啥写咧啊，敢若做平凡的，敢毋是？无写啥物啊，就逐工甲上帝做伙尔。有写讲伊做偌济无？咱逐工毋是共款的，咱着平凡就袂要紧，咱甲上帝做伙就好啊。但是世间的人甲你讲，你安尼袂得做，因为你安尼做无出脱，有啊无？旧年中国大陆一首歌足出名，做无出脱啦，有啊？没出息啊，你捌听过啊？迄个根据即个台湾迄个王世坚即个立法委员的有啊无？大家拢真侪听过奇怪啊！大家来才欢喜讲你无出头才欢喜，毋是啊？因为大家拢走迄条路了，我确实讲，我就无成就，我就无啥物，我敢若足无路用的。兄弟姊妹，世间甲你讲你无出头啦，主耶稣甲咱讲啥物？咱是上帝贵重的器皿呢，咱是上帝宝贝的儿女呢。你知影你的宝贵无？咱无嘛？为什么你敢无感觉？因为世间的话甲你讲，你就无成就，你就无成功，你就安怎，所以你无效啊。但是上帝讲，你行毋对路啊，你听迄路就毋对啊。你逐工甲我做伙，我会指示你行这条人生的道路是直到永远的，毋是你做偌大的代志，你才有价值啦。因为咱伫上帝面头前，咱就是上帝所眼光所看迄个有真有价值的人。
这是上帝互咱开始，所以伊要为什么指示咱讲，你要行这条永远生命的道路？啊，你行世间的路，行你就无去啊！你有一日你就无去啊！所以上帝互咱的路是讲，你要倚靠上帝，你要去食这个生命树，你要去上帝的水源内底摕水来啉。啊，你要顺服伊的指示，你要甲伊同行，你自然你就喜乐。这是自然的啊，毋是勉强的。只是咱拢行世界路，咱无要行上帝路嘛。所以世界路当时互咱看着讲，哦，这足好的，足快，足赞的。咱一直行到尾啊，愈来愈忝嘛，愈来愈忝啦。上帝路你拄啊开始你无明白，因为上帝道路交过关过咱的道路，咱就使用，咱无啥了解。但是讲上帝讲不要紧，你教我，你信过我带你行，你顺服我带你行，你会愈行愈欢喜，愈自由，愈平安啊。所以每一年。上帝就是要互咱更加来经验，伊要今年要互咱去经验伊的平安喜乐，这是上帝的心意嘛。所以上帝讲，我互你的是祝福的意念嘛，平安的意念嘛，毋是要互恁知的意念。毋过咱真正看到无好，咱就行到要死啊！这是咱啊。但是上帝讲，我要带你行，你愿意要听伊话要行无？这是送的责任，送的责任。兄弟姊妹，今仔一间学。即个你申请硕士，你申请博士，即个学互你入去，你会毕业无？会毕业嘛袂？即间学若互你号召你入去即个学，即个学是5万你会毕业，还是5万你袂毕业？若5万你袂毕业，伊甲你招入去要创啊？所以伊的5万甲咱共款，上帝号召咱入去天国内底，你上帝国内底，就是要互咱会当欢欢喜喜享受伊所有要互咱的福气。但是在咱当中，咱有责任啦，毋是咱无责任，咱胡思乱做，咱照咱的意思做，无可能啊。学有学的规定啊，咱就照规定来就好，咱就照规定来做，毋是往家己的想法。所以这条路拄啊开始，咱无明白，所以为什么咱顺服上帝的启示，顺服上帝的引带，咱会愈行愈好，愈自由？因为咱行是一条道的路嘛。所以，大家你生活当中这个代志，大家拢捌拄着。你要开车吼，会晓开车吼，会晓开车，即摆车顶原咱有些 GPS 有啊无？吼，带你行对无？吼，啊，你捌拄过无？你开毋着路的时阵有无？啊 ，GPS 会甲你讲啥？爱转吼，爱接壁转去，你讲莫吵啦，哦，即摆就当你紧张就行毋着路，你搁一直吵，哦，我嘛知影免哪开，就一直开嘛吼。一般是安尼吼，你讲莫吵。我知影，莫吵，我继续开。开到尾，真侪人去拄着讲啊，完蛋，进入死巷。这是咱生活当中，咱常常即个代志哦。无事讲的是，确实咱有即个问题哦。上帝知影毋知影？上帝知影，上帝知影。上帝当初放迄两桩树啊，伊就知影人有可能会去食啦。但是伊毋惊你食啦，因为你食了，伊佫共款听你，要甲你引带转来，迄叫做自由。上帝毋是甲你设计逐项代志，拢已经甲咱咧 program 共款吼，设计好啊，拢照走咧，无咧，啊，毋是甲你设计迄像是机器人拢安尼，拢共款，毋是，伊互你有自由。迄个自由是因为什么？上帝听咱，要互咱伊的听，甲咱的回应吼，会当甲做伙，这佫较水啦。毋是甲你设了，拢一定安尼，你就等于机器人啊。所以新的一年，咱上帝要互咱新的一年的生命，是互咱有会当更加去了解伊伫咱身躯的典管，伫咱今年的当中，咱会当更加活泼的去，甲上帝来经营今年咱要所拄着任何代志。所以为什么这是活泼的愿望啊？你个彼得前书第1章内底讲，咱今仔日咱有活泼的愿望啊，是因为咱徛伫上帝的恩典当中，这个恩典是主耶稣对死个活起来的恩典啊。所以咱才有这个活泼的愿望啊，你知影我意思？咱徛伫恩典有活泼的愿望，咱才会欢欢喜喜，无咱袂欢欢喜喜啊。因为世间有真侪苦难，一定冲击来。2026年，你注意看，一定有共款甲共款啦，当年拢共款。因为咱愈行世间的路愈黑暗，因为这是末日啊。因为圣经甲咱讲啊，但是你伫末日当中，你要咱活出喜乐平安，你要咱活出你会当喜乐的人生。主甲咱讲啊。伊要指示你啊！
你要行无？所以有真侪基督徒啥啦拢，我都信主遮久，我都袂快乐。毋是上帝无甲咱带路，无甲咱引带啦，咱就无爱听话啊。所以我对着讲嘛，上帝甲你讲，你有要听无？你有听无？有无？你讲无错，我逐个礼拜拢来听道理呢。对啦，你有听啊？了咧，行出去教会了，耶稣坑你教会，你人出去啊？你耶稣无甲抓转去啊？你了解牧师的意思无？啊，是毋是安尼？所以我感觉。今仔日拄仔入来，去用遐甲讲，哦，牧师你等下来讲我活了有神，我哇你袂歹，你记伫遮好诶。有真侪人可能袂记啊，牧师嘛可能袂记啊，这是咱日常正常诶代志，会袂记，会袂记，有当袂记，有当无你听，这拢是咱正常代，但是咱爱先了解这样代志，咱确定知影上主，咱诶亲爱的天父要引带咱行利空利良人诶道路，你要互引带我。但是世间的人为什么行你死亡的路？因为伊感觉这条路看起来普普啊，你咧，我著普普啊咧，我著爱安怎，我著爱安怎，对吧？我著爱有成就，我才会感觉我来趁搁较侪钱，我才会平安。我著爱安怎，这是世间呐。你讲安尼要敢免做？毋是，牧师毋是讲这免做，是你第一点的目标是啥物？咱常常把这个无重要目标放伫头前。牧师举一个例，真侪人讲我嘛信耶稣呢，我嘛知影耶稣主耶稣祝福我的，但是为什么我嘛常常袂快乐呢？你知影为什么无？因为咱常常要爱上帝要主的祝福，但是咱无要照伊的路行。这啥物意思？意思讲，我若来上帝面头前，上帝你爱祝福我，我若选啥物，你就爱祝福我。你若无祝福我，我感觉那会对。这啥物意思？咱若干那要爱祝福，咱甲上帝就放在后壁，因为你看是祝福，你看的毋是上帝。差别伫遮，差别伫遮。所以咱要伫上帝，常常讲上帝，你咧祝福我，今日新的一年你安怎？但是上帝讲，我要指你的路要行无？你讲我无爱，我要行我家己的啊。这是咱基督徒常常为什么失去喜乐？无法度常常你这个面头前讲，那真奇怪。我嘛是真虔诚来聚会啊，我嘛是来听讲道啊，为什么我会常常呢？因为你要坚持行你的路。你介意听，你就听；你无介意听，你就听边做参考。这你甲我拢有这个问题啊！我有一年去这个大陆转机要转去台湾，我去北京，结果困一暝，因为迄人转机会当踮北京困一暝。困一暝的时阵，第二天透早，因为真早我来去坐飞机要转去台湾。迄个甲我要接去机场，即个司机迄台车干那我一个。我想我一个，我无可能坐咧后壁。我想至少我嘛坐咧驾驶的边甲伊坐做伙嘛吼。小开讲一下，说下路一下，这个咱就正常啊。我当然迄真早嘛面啊，甲咱开讲一下，我忽然惊一个啦，醒起来。为什么你知影？因为伊甲对红灯互我冲过去。我看红灯伊冲过，我才醒起来，我惊一个，看那红灯冲过。我讲吼，司机，这红灯咧，伊讲透早无啥人参考就好啊，参考就好啊。我想咱嘛是常常安尼，敢毋是？上帝话我知啦，袂歹，我著参考看卖啊，我会较要紧。所以咱是望上帝来祝福咱，毋是讲上帝啊，你要引带我啥，我愿意顺着照你的话来行。这是咱有时阵咱真侪我无法度了解，讲上帝你来拢无祝福我。对啦，你讲你嘛有祝福我，我若有问题，我就来你当中，你嘛祝福我，对吧？你有啊，你就有这个经验嘛。但是尾啊，搁来嘛？为什么会搁来？真简单，因为咱拢读圣经啦吼。咱讲咱若有重担啦，若有心肝有这个烦恼，会当来到上主的面头前，来到主的面头前，咱来得到安息，对不对？对啊，你祈祷你有经验嘛？对啊。啥要出去，烦恼搁来？为什么？因为人讲你搁甲重担摕倒转来，为什么你甲重担摕倒转来？因为主耶稣讲，你爱担伊的担呢，你爱担伊的担呢。咱毋是要担伊担，咱搁担咱家己的担。所以这就是咱今年咱会当互相勉励讲，主啊，你今年要带我行利空利良年，
求主帮助我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讲你若指示我愿意顺服来行。虽然我无一定完全拢了解哦，我无一定完全拢了解，但是上帝甲咱讲，天国是啥物人的？谦卑的人的，知影家己有限，家己有问题的人。你知影圣经来讲，有病的人才爱看医生啦，无病的人免啦。咱有病也无？咱有病无？有人点头，有人无，我真健康啊！我的意思讲，咱有完全无？无啊！但是咱定定无我承认咱无完全，所以我对着讲，为什么假咬？为啥讲假咬？上帝讲毋好食，你煞了讲毋好摸，我甲加落去。啊，结果人讲啥物，你就按照家己想的，你就对去啊！啊，即马真侪即个诈骗的集团嘛是安尼甲你讲，你嘛是对去，所以你有够发觉哦，世间的人是安那诈骗集团较好趁啊，有啊无？因爱较好，奇怪那遮好骗，因为世间的路就是安尼遮好骗，人一开始就是安尼，所以咱爱求主，互咱智慧啦。咱会当新的一年会当活了满面春风喜乐，因为咱知影主甲咱同在，主要引带咱行，你要对伊行。圣经内底就两个足明显的两个人，一个保罗，一个大卫。你若想这两个人的故事差别伫倒？保罗嘛是上帝拣选的哦，但是伊拢看环境啊，撒母耳还未来，哦，烦恼到要死，我家己来啊，有啊无？我家己来啊，啊，倒落代志，哦，我就来找迄个巫师吼，来去问啊。但是大卫敢有比扫罗较好？大卫比扫罗较好，你知无？伊大项拢问上帝，有做毋对无？有，但是伊肯倒转来。咱虽然讲要听上帝话，要行上帝路，有时阵咱嘛会迷惘会行着路啦。看弟姊妹，咱无完全啦。你知我意思无？咱会袂记的啦。咱有当时讲主我拢愿意，但是有当时咱就家己本性就走出来啊。你就是行行毋着路。无所要甲大家讲，咱无完全，咱承认咱无完全，咱嘛行毋着，上帝拢知影。但是上帝听咱，所以咱爱先行伫这条道路当中，因为今日主甲讲，伊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阵吼，咱就当了解，咱甲生命这个生命像结做法，咱有永远的生命，咱自然有喜乐啦，咱自然有喜乐。哦，第一项咱就是安，但是拄则牧师讲，啊，万一我若无注意，行毋着命啦。咱嘛，咱讲真清楚，照上帝意思来行，这是咱今日讲主啊，伫你的话语当中，伫你引出我当中，啊，你甲我讲的时候，我会当顺服照你的路行。但是我嘛有可能无注意啊，我嘛失觉差啊，我嘛有家己的思想，万一行毋着要安怎？免烦恼啦。今仔日吼，看外口吼无效，倒来你的心肝内底。外口风雨偌大吼。你爱问讲，你有你主的面头前无啦？第二句讲，上帝讲我要指示你行头前的道路。你讲好，但是有时阵你会行毋着，有时阵你会软弱，有时阵你会环境骗去，有啊无？一定的。所以讲袂要紧，转来，浪子回头就是安尼，转来我的面头前，你有满足的喜乐，免惊，免惊。这是上帝予咱的启示，讲转来就好。你若毋对，知影转来就好，转来就好。所以上帝无你讲你偌成功才偌欢喜，还是你无病无灾你偌欢喜？上帝无你讲这。上帝讲你无论好事歹事，什么事，你若愿意转来到伊的面头前，你有满足的满满的喜乐啦。兄弟姊妹。我看你最近有咧滑手机啊无？我想一定有人滑手机哈。你发觉即马手机有咬无？有啥物咬知毋知？你忽然间手机安尼直直出现啥物？出现你所想的代志。有啊无？伊会甲你累积呢？为什么？你直直甲伊做伙，伊就知影你爱啥物啊？啊！你爱啥物，伊互你啥物啦？伊佫比你较巧咧。
兄弟姊妹，咱定定咧滑手机咧，你有定定咧上帝面头前无？你若定定咧上帝面头前，手机啊、AI 电脑就知，但上帝更加知影你的需要。无好诶，甲你讲，伊毋是干那互你好诶，手机啊一直互你好，好诶一般拢无好诶嘛，是毋是安尼？一般拢无好，所以咱会叫骂去。哇！伊拢知影我诶弱点呢，所以一定手机一直显啊！你看啥物，伊就一直甲你立即互你啊，一直塞互你看啊。所以上帝甲咱早就甲咱讲啊，你若你诶面头前，你就知影你诶满足喜乐，因为上帝一定甲你引出来，一直甲你供应，一定甲你供应，敢若手机啊共款。你逐工你划啥物，伊手机啊就甲你讲啥物。所以为什么上帝讲叫咱就爱去伊诶面头前？因为会保守咱嘛，会保守咱嘛。所以即摆人讲钱包啊，若无去讲还好啦。啊，若锁匙厝诶锁匙无去讲，哦，啊这淡薄仔无去，淡薄仔烦恼呢吼。啊，若手机啊袂记，紧来去找啦，对无？是毋是紧去找？为什么？因为机不可失啊，机不可失啊。咱若有即个心情，讲上帝啊，我真济迄落，我若看到代志，我紧来走来找你，机不可失啊。所以今日上帝就甲你讲安尼啊，咱无完全，咱有软弱，咱有真济问题，但是咱咧想着讲，哇，这爱紧转来呢，爱来走来主诶面头前呢，伊就甲咱保守，伊就甲咱启示嘛，对无？所以咱生活当中一定有真侪像马大、玛利亚，虽然是基督徒，但是生活当中，你看马大甲玛利亚服侍主嘛是真无用，敢毋是？但是主耶稣甲讲，毋是你无用代志的问题，是你的心乱哦。你的心乱哦，你的心无你上帝的面头，你愈乱的心，你愈爱安静落来。玛利亚就是安静落来啊。所以主耶稣讲，袂当减的一样代志。咱一年的当中，你有可能真无用，但是毋好袂记的。每一日会当去主的面头前安息，会当去主的面头前甲代志甲主讲，你的心肝任何代志，甲主来沟通，甲主来沟通。啊，新的一年，我相信孙美姐也好，还是 Jason 哈，弟兄也好，伊有甲我有即个来，我拢会每一工传一篇啊，基本上啊，我较早会传即个祈祷文吼，啊，我即马传的是每一工一个故事，一个故事。迄个故事就是生活史、生活书啦，吼，咱生活当中上帝的话啦，无一定即句话对你今仔日无，但是至少是希望望兄弟姊妹会当逐工来到上帝面头前，甲上帝来交往啦。望要鼓励兄弟姊妹，逐工咱可能真无用，拄啊听到这讲，我真正真无用，安静落来，来甲上帝沟通，真实的心，我有啥物代志，主啊，请你指示我，我想袂晓的代志。请你引带我，我即马烦恼，我交托互你，我安静我家己来到主的面头前，甲主互相来沟通啦，互相来沟通啦吼。所以咱爱知影，咱沟通的当中吼，咱的喜乐，咱的喜乐，咱才有快乐，因为咱的日子安怎，咱的力量才有安怎，毋是讲咱偌有力量，才会当安怎颠倒摆。所以，毋是咱外敖、外巧、外有快乐，是因为咱有主内底互咱的喜乐，咱会当面对每一日。这是甲世间人路无共款的，因为咱伫主的内底，咱知影咱有保障，咱有安全，咱才有喜乐，咱面对每一个环境所冲击来。所以有时阵，牧师就是望大家会当互相，咱讲吼，咱失去真侪喜乐，是因为咱常常吼。祈祷变少啦，咱用家己的想法要去处理问题，要去处理问题。所以为什么咱来祈祷，就是来到主的面头前，相信主会引带咱，这是信心的表现。但是有人祈祷就变做啥啊？敢若立场公事咧，安尼我有祈祷就好啊。心呐，咱的心，甚至有的人亲近上帝，我就敢若办代志共款啊。有嘴无心啊，有嘴无心啊，所以咱甲上帝咧交往，那是真实的。我毋是讲咱爱偌好，上帝嘛毋是讲咱偌好才要甲咱安怎，毋是。上帝是知影咱所有的问题，伊要引带咱，要互咱下当喜乐满足免惊。
所以咱甲上帝、上主、咱的阿爸天父交往，咱是真心的。你祈祷啥物拢袂要紧，甚至讲你伫生活当中，你拄着真侪代志，你无明白，你感觉想讲主啊，哪会安尼？你甲伊讲啊，你甲讲啊，你莫讲啊歹势，这伊遐好啊，我则歹吼。敢若迄个亚当夏娃做毋对就藏起来。我请问你，亚当夏娃做毋对藏起来时，谁去找伊？咱会做去找伊呢？有人要找咱，咱阁无爱出来，这是咱的问题。咱甲伊交往，敢若例行公事咧。我就逐工安尼，反正我就拢安尼。但是真正内底内心的思想，并无互上帝来甲咱引刷改变。为什么咱常常会失去这个问题？因为咱的内心，咱固定伫咱的想法，但是上帝每一年要来改变咱的生命。对着咱一天一天，毋是一天就做成的，是一点仔一点仔来，互咱知影，来改变咱，咱会当去了解上帝所有对咱要祝福美善的代志。所以为什么上帝讲，咱家己献上，咱会当来了解上帝对咱的好，对咱的福气是啥物？所以咱免惊啦，无需要甲大家讲，咱免惊，咱莫惊，惊袂着顶。因为上帝足听咱的，凡事都甲事讲，诚心去主的面头前，你啥物代志拢会当讲，因为伊听咱，是咱做罪人就听咱啦。所以你任何人大啥物拢会当讲，但是讲了，毋是讲要教我的意思啊。讲上帝，你这样代志，你看爱安怎做？可能我无一定完全了解，也无一定完全明白。毋过主，我就是要挖考你。我若无明白，你阁甲我讲。我明白的代志，我就去做迄点仔代志。做迄点仔代志，所以拄到问题的时阵，你这时阵毋是看问题啦。一般大家拄到问题拢看问题，这要安怎？咱来主的面头前讲，主啊，若无你允准这项代志袂发生，已经发生啊，我嘛毋知影咩咯。我若会当处理，我就处理嘛。我袂晓处理咧。所以讲免惊啊，我甲你同在啊。新的一年共款，当初你会记耶稣带门徒要过海去对方的时阵，船驶驶无偌久，拄着风影啊，有啊无？当门徒对耶稣时，伊嘛知影耶稣已经有信了，有足济啊。结果耶稣咧困嘛，咱咧船顶看耶稣咧困嘛，迄个门徒你内底一直无用，一直无用，尾仔甲耶稣叫醒起来嘛。那耶稣叫起来平静这个环境的时阵，遐个门徒才发觉讲，这个什么人？这什么人？所以咱的生活共款，咱有时阵敢若了解，但是你生活当中有可能拄着真侪代志，咱无了解，咱用家己的方式。但是拄则已经讲啊。来到主的面头前，咱来请上帝、请耶稣来帮助咱看问题。咱就当经历讲，哇，原来雅各嘛同款啊！咱若看圣经的雅各当初离开伊的家乡要去伊母舅遐的时阵，伊咧半路拄着上帝，讲奇怪啊，神啊，你这神啊，你这哦！伊本来就是讲神注定应该你的家乡嘛，对无？行到伯特利的时阵，讲哇，上帝这嘛伫遮呢？咱有需要经验，因为咱承认咱有真侪无了解上帝代志，所以咱免看咱完全，咱来了解咱是有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我相信上帝会帮助咱，这就是咱今仔日领受上帝的祝福。咱要行上帝的路上，咱甲别人的思想无共，咱来鼓励咱家己，因为这个主已经听咱，无论什么环境，伊拢要甲咱做伙，伊是咱的牧者，伊带咱去死荫的山谷。伊若要带你去死荫山谷，迄危险呢？互你经验讲，伊更较大的宽容，互咱会当你敌人的面头前，才安歇食起来。无咱惊就惊死啊！哪有人你敌人的面头前，你有法度坐你遐食饭，你哪食会落？而且你食会落，你才了解讲，哇，原来我是遮有福气的人。是啊，上帝甲这个福气要互咱啊。新的一年嘛同款啊，既然互咱行入新的一年，就是要祝福咱啊。所以咱有时阵爱常常想看卖。我是毋是常常按照家己所想的？我根本就无啥咧受上帝要叫我安怎做。也是讲我常常失去这，我是毋是愿意转来讲主啊？我 sorry， 我真正惊毋对，我头，对吧？所以圣经你讲浪子回头迄代志，迄个老爸你厝等伊啊，伊转来无甲讲，你甲家产拢开了啊，你搁今仔搁转来，伊无咧，一下就甲吓。因为听，我相信你的囡仔转来，你嘛是同款。这就是咱所信的上帝啊！咱所信的上帝神就是安尼啊。所以
咱知影上帝要指引咱的路，咱也愿意顺服。但是我也无否定讲，咱会可能家己有思想，家己有一寡问题会去偏差去。但是你发觉的时阵，安怎做？转来主的面头前，转来主的面头前，转来主的面头前。所以除了这句话，还有一样代志。有主，我转来你的面头前，毋过一寡代志拢还未圆满呢，有可能。有可能，咱顶礼拜你讲的时阵，咱嘛讲到即个以色列人。伊讲上帝啊，哪会真侪代志你是敢无你听？你敢无你听吗？啊，你是甲我藏起来哦。上帝讲我无甲你藏起来啦。你爱知影我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我一直拢伫个啦。你在我的面头前咯，你爱安怎？安歇，爱听候啦。我安歇听候，是因为我知影上帝的愿望是我永远的喜乐。上帝，你才讲你的身躯比有永远的喜乐，永远的代表是久久长长，毋是短暂的。但是人愿望啥物？人真侪用世间的眼光看暂时的快乐，所以人真侪时阵去追求嘛，健康啊，一个破病去病医生，有人甲你讲这药啊偌好，搁较侪钱你就开了啊，因为我要健康啊。但是咱就无法度，这个健康就无可能的代志啊。但是你嘛想啊。但是你是要我靠讲食药啊，你会更较健康，更较好。你讲会当食药，当然会当食，但是你的心，我对着你讲，你的心敢若想着药啊，你无想着上帝要安怎引带你。毋是讲你袂使食药啊，但是你的心伫倒，你有想着上帝无？这是重要。但是咱所想的就是啊，我甲即个代志紧去处理就好啊，对无？我最近拄到一个伊较早做生意啥物拢足好势。结果忽然间，伊的生意无去，伊逐工紧张啦，去看医生啦，得了忧郁症跟这个就是一种迄种不治症，你知吼？逐工足烦恼足吵，尾也来教会啊，来教会。即摆到大学教会去佚佗以后去，伊佚佗了，倒来讲牧师，我对恁啦，我歹转去厝诶，我转去厝我会烦恼，我会惊。伊讲我都无头路做，我讲奇怪。头路，咱对下你讲，那头路做你的变做你的神的时阵，你的人已经失去平安。你无头路，你的成就无会顺你的烦恼啊。所以你看真侪即个言语界的名称有啊无？遐侪人哇，足侪人甲学了，我就无的时阵，伊人就毋对安尼，伊人就毋对安尼。咱无可能啊，咱就感觉咱的成就感咱所好啊。所以无论过去上帝讲，无论过去你成功好，还是失败好，叫你讲这甲藏的。咱是有愿望的人，咱是向前行的人，这拢互过去不要紧，因为咱阁有愿望。咱这愿望是上帝一定互咱会当，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伊守护咱是永远的，伊毋是这短暂一定会过去啊，青春嘛会过去啊，青春嘛会过去啊。所以求主帮助咱有这个永远的眼光来看咱现代的每一样代志，来看咱每一样代志。所以上帝互咱的喜乐是永远的。所以你若知影即个喜乐是永远，所以即个过程当中，虽然搁你面对真侪的困难，也是真侪困难。伊讲咱若甲永远来比来讲，这就无算啥物啊，因为这一定会过去嘛。咱世间日子大了，咱就搬徙厝嘛。你无可能无大了，你世间一定大了。所以我讲，旧年上帝甲人带走迄个人走，咱今仔日今年是上帝搁互咱一届稳定，搁较去经验伊咧新的一年。所以我拄则你讲。咱一般来讲，咱拄着人拢恭喜啦，毋是恭喜发财啦，是恭喜咱新的一年，咱会当去更加经验上帝恁新的一年，要互咱看到伊，伫咱的即个新的一年去经验伊的宽容、伊的丰盛、伊的祝福、伊的美意，这毋才对。如果你若个继续白条的，那你新的一年甲旧的一年有啥物差别？你就无愿望啊！你都唔知讲新的一年有遮侪好的代志等你去摕啊！所以上帝讲，他以年岁我们的年岁冠冕嘛，在我们所行的路径，伫咱行的路就伊就袂到咱，互咱恩典的自由，咱就够压用啊！咱抱这个心情来行嘛，无你真正就歹行，你袂情愿你就烦恼，对年头你就烦恼到离尾去啊！你今年你无艰苦死，但是上帝互咱是活泼的，这个活泼毋是讲是咱乐观的，毋是。是照着上帝耶稣已经成就的稳定，咱今仔日稳定当中啊。这个稳定的当中，咱就当欢喜的愿望是主若来，也是讲有一日咱离开，咱按照上帝的路行，咱有上帝阳光要赐予咱啦。因为有一日你上帝遐，
世间的代志拢会过去啊，所以咱才有法度喜乐来行每一天啊。喜乐行每一天。所以咱看这个圣经内底，保罗甲西拉嘛，对无？你当阵的家业内底环境足歹，毋是亲像咱即马加拿大来掠去关，迄环境有够好诶吼。较早迄是涂骹内底淡湿吼真歹诶环境。因两个人伫遐唱歌学老上帝咧，学老上帝了后，伊哪有烦恼？伊袂去烦恼，伊学老，学老了发生一件代志，迄家门拍开，家门拍开，所有诶人，家诶人拢走了，有啊无？结果即两个足奇怪咧，讲我伫遮，我无要走，迄头壳歹去哦。为什么？因为伊看到迄个家己有烦恼死啊！大家拢走了，伊讲这走了，伊爱太好呢。保罗讲免烦恼，我伫遮，我伫遮。伊我较讲足趣味哦，因为保罗甲西拉有望知影上帝的恩典遮尔大，伊得到祝福，佮甲即个祝福互别人，所以伊带即个家业长即个规家厝啊，拢信主咧。你知影咱有福气哦，咱得到福气，佮甲福气分互人咧。你讲咱偌有福气，毋是干那咱福气尔咧，你的福气佮再加做别人的福气，上帝借着你，佮较侪人来得到祝福，这有比啥物较好？这足好诶！咱无失去福气就无彩，咱得到个再分互别人，这就恩上加恩啊嘛，对吧？所以咱会当更较快乐嘛。咱嘛知影咱帮助人，咱也去帮助人，别人快乐，咱嘛快乐啊，咱嘛欢喜啊。所以你真侪时阵，你看到人洗礼，你欢喜啥？伊洗礼，你欢喜啥？你有感觉无？伊洗礼，我嘛真欢喜呢。你想讲奇怪，伊洗礼，伊得救我欢喜啥？你到底你欢喜啥？你无得到啥物，敢毋是？你无啊，但是你欢喜。欢喜是在讲，今仔日你上帝厝内底，佫有一个甲我同款得到上帝福气。毋是你得到啥？你得到的欢喜，就是因为你知影你福气内底，而且有人甲你同款得到福气。这毋是物质的物件，这是你上帝内底，互咱看到伊的恩典，伊遐尼水，咱会当欢欢喜喜来过日子。所以基督徒，咱来了解咱所面对的物领在，有可能有真侪你无了解，有可能真侪你也无一定讲拢欢喜，拢一定有真侪会冲击着你。但是你知影一样代志，这个环境一直甲你冲击，你感觉会真痛苦，这种事实，你会感觉袂无去。不过你知影一样代志，这会过去。环境袂赢过上帝帮助我经过这个代志，所以咱重要是要经过上帝，若互咱拄到这个代志时，咱要甲上帝做伙来赢过你这个环境，互咱所拄到的时阵，你的快乐会超过你拄到的痛苦。咱毋才知影讲，咱是一群偌有福气的人。咱毋才知影讲，咱有永远的这个愿望是会当实现的。无你所相信的，你就巴拉票假的啊，你就相信假的。你知我意思无？上帝是真实的，咱爱来实实在在。你在咱生活当中嘛，所以我对着你讲，咱的生活毋是讲你爱外出头，毋是你的生活当中，你逐工甲上帝做伙，你就足快乐的。无论你身体安怎，你讲上帝，我有当咩代志，我甲你讲，我甲上帝做伙，我会当做我代志哦。会啦。敢若我对来讲，上帝甲你讲迄两丛树仔的时阵吼，其他你嘛会使去做，会使去食啦。你知我意思？只是讲咱逐工拨一个时间，咱逐工会当分别一个时间，甲上帝亲近，来听上帝话，甲上帝来沟通，甲家己的想法，甲上帝来引带，安尼就好啊。毋是要开你偌济时间啦，是逐工一撮一撮甲上帝来互动，你就知影你的经验是真正有愿望，你才袂互真济代志拄着的时阵，你人就倒去啊。这就是咱讲的，咱每一年你做的内底，咱的根吼。树根啊，搁较带较深的，咱就毋惊风台来，咱就毋惊风台来，因为世间会愈来愈歹，因为是目的啦，这是主要所甲咱启示的。所以你毋好仰望讲世界和平，对嘛？你爱仰望讲，你这世界愈来愈歹、愈黑暗的时代，我是对迄个上帝光你行的人，我是有仰望的人。你毋好讲上帝甲这拢摕你走，无啦。因为上帝有伊的旨意，你照伊的光，甲你抓，甲你行，你有仰望，你会喜乐。你袂去讲这代志来，你就叫母去。你来讲风台来，你树根也无深，你就吹倒去。
所以2020年，牧师到遮要大家互相勉励。要勉励啥？第一项，你有要听上帝的话，顺到伊的带无？你家己爱决定。你家己爱决定啦。上帝讲我要带你的路，你有要听我的话无？你决定。第二项，你若拄到这时，唔好袂记上帝讲我伫遮，我拢随时伫你的身躯边。你愿意无愿意来我的面头前？第三，这个代志还未成就的时，你讲主不要紧，我求你，互我会当恁来专心仰望，因为你互我仰望是一定可以达成的。永远的福气，无人会当甲我摕走。所以新的一年，咱大家互相勉励，大家互相来做。我相信这新的一年，上帝要大大赐福伫咱的当中，比如咱会当欢喜来过新的一年，欢喜过新年，安尼好唔好？无啥好的款呢，好唔好？爱有信心呢，有信心无？上帝互咱好的一年，咱爱有信心讲，主啊，感谢你，这新的一年一定足趣味的啦，有甲你做伙足趣味的。求你吸引我你有逐工滑手机唔好袂记得逐工也滑一下圣经，好不好？所以新的一年，兄弟姊妹，咱喜乐的人生，毋是讲咱无问题、无风险，毋过咱知影，无论环境如何。主会甲咱指示，主会甲咱同在，主掌权，会咱带咱行这新的一年是平安喜乐的，好唔好？咱压头祈祷。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你，把你的话语放伫阮的当中。阮知影新的一年，阮有软弱，阮也有时阵会迷茫，阮也有时阵会行毋对路。不过主你一直拢伫的，你不但指阮的路，阮也行毋对，你会甲阮调整，你会当。互阮来到你的面头前，得到安慰，得到鼓励，会当继续来跑走头前的道路。知影你所赐予阮的是永远的福气。主，阮感恩，感谢你姊妹仰望在你的手头，愿主保守。今仔日听到这句话，阮就欢欢喜喜，要照主的意思来行，要听主的话，要愿意定定甲主来沟通，伫主的面头前，愿意知影阮主你所呼召的阮是一定祝福福气，直到永远的一定啦。主，阮甲荣耀归予你，保守阮2026年要行的道路，一切荣耀拢归予你。喜乐平安充满你的当中，直到永永远远。这是阮的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